今集我去咗參觀美荷樓，睇下啲懷舊嘢同埋玩具。去 ASI 睇埋九龍城寨展覽。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紅豆 T， 今日嚟咗深水埗，第一站先去美荷樓。入面有個花園仔，呢度都有啲懷舊嘅玩意。地下畫咗啲跳飛機，沿住跳飛機嘅路線就入去美荷樓。復古嘅信箱，入面就唔可以錄影嘅，淨係可以影相。而家就穿越舊時嘅年代，而家都冇人用呢啲數字㗎喇。以前嘅滑梯，大家有冇玩過呢？有冇勾起童年嘅回憶呢？摺紙、豆沙袋呢啲遊戲係懷舊嘅玩意。50年代美荷樓嘅模型，以前嘅廚房，鐵嘅碌架床同帆布床，家具用品都好懷舊啊！以前嘅樓盤廣告，呢度真係好值得嚟參觀啊！尋找昔日情懷童年回憶。第二站嚟到 ASI 九龍城寨展覽，參觀下啲舊事舊物。還原以前嘅九龍城寨面貌。懷舊嘅糖果零食，還原各種細節位。以前嘅漫畫有冇人睇過呢？
仲有舊式嘅水壺。慢慢去欣賞下。素描畫畫得好靚喎。跟住就參觀冰室，以前嘅餐牌價錢。呢啲都係模型嚟嘅，黐住喺台面。睇埋懷舊嘅理髮店。房間嘅細節位，時光倒流。呢個展覽真係好值得去睇啊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話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見。